有一名中度自闭症姓尤的查甫人，去年伊坐捷运去上班的时阵，却去互民众指控讲伊甲痰抹伫咧车厢内面，咱手换的关顶头，落批去互台北捷运公司开罚单。媒体对咧保护社会对这身心障碍者有歹印象。不过监察院调查发现讲，这事实上毋是亲像民众所讲的安尼。捷运公司要开罚单进前也无去调查，所以对台北的捷运公司提出纠正。 捷运车厢的监视器画面，会使看到坐伫椅仔的民众暂时把嘴按揪掉，用手抹嘴，搁去摸手环。对向的人看到刷干骂，搁用物件甲喷，引起这个姓尤的查甫人起无歹，杀对方去冤家。去年台北捷运嘛抓准伊是违反规定，用配痰甲罚。公部门其实对于我们的障碍者还是充满了这个歧视跟偏见，都偏听哈，他们只听，他们没有看到没去调查证据，他们只听一方哈。 监察委员表示，这个姓尤的查甫人是一个中度自闭症的患者。捷运公司敢若听到乘客讲法，无去查证，地属媒体对咧报，恐惊互社会对身心障碍者产生偏见，所以对台北捷运公司提出纠正。甚至这个姓尤的查甫人行出车厢，伫捷运大厅，搁互对方摕物件，搁喷一解。捷运大厅的工作人员甲保全拢结点点，批评内底人员训练不足。 针对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尤其是我们同仁的训练，我们也找了一些专家给我们一些指导。那我们在处理上面就会比较小心来去做应对了。面对纠正，捷运公司表示，正正的裁罚已经取消，会细心检讨。监察委员认为，身心障碍者要行出门适应社会，拢需要经过时间来训练。拄到这款代志，可能会影响因的生活甲自信，嘛互社会对身心障碍者出现误解，是相平事。记者陈文丽台北采访报道。